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边我图白新杰老师来同你共下做毛巾操哈。了用毛巾操哈，你做打平常的时间，行路的些是做做的哈。你最简单、最轻松，可是哈效果也当好的哦哈。来，来做第一个动作。好，毛巾拿起来，同样哦。你把毛巾拉起来，还能同样要有一个拉力哦，张力。好，你是开始行路哈。好，开始走路，走路，对，对，哦，瞧，好，像老师安言哈，前脚跟那个左右摆的时候哈不一样哦哈，对，这样它才会效果很好。好，对。好，可以再快一点点。市场你哈，大幅嘅创到是运动的时节啦哈，也做得做练的动作哈。是操场运动的时节。虽然因看到你拿毛巾话应该出汗天哈，其实你是要加上个毛巾操的功效哈。看起来当简单。可是你行20公尺以后，你是会起到手脚无力的哈。好，你系第一招哈，第一招好，好可以好啊。第二家是你是卡到人家胸头内是做的哈，同样你下像我哋先一样，莫变到你的强劲哈。要腾空，你的效果才会出来哈。对，要腾空，不要放到脖子哦哈。莫变到你强劲，变到强劲的一些效果是莫重要哈。重要你下呢，再走一下哈。好，再好走，可以开始走哈。对，可以稍微走顺一点点哈。像你下行的时间哈。其实看起来当轻松，可是你嘅肱二头肌、肱二头肌、三角肌这些通通都会用到力量好，像你去碰到脖子、碰到头，那个效果就完全不好了一定要腾空腾空你走个10几公尺、20公尺。你就会真的发现说，这还蛮真的很累哦，很用力哦，好，可以 ，OK， 好我们再来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更不一样，更轻松可是你还有走多的时间，你也可以肌肉群还有运动到的肌肉会更多看起来是更简单可是呢，你又紧紧做多一些是莫重要重要你也是表个臀部拉位呢臀部拉然后你了一天又出能力出能按力，运动是为自家咩为拍晒好，来走路，对，你打毛本人通因运动的时间你会知道你是拿的毛巾停，其实唔係，我是拿的毛巾，可是又出汗力，大概运动也是像运动係為自家是像你平常出門綁安全帶係為自家，唔係為警察咯，警察係來開你罰單的唔係為警察係為自家，同樣身體好係為自家的你看佢安樣按行為話到去當輕鬆，其實蠻出力的。好，可以。有沒有覺得很累？對連老師都會覺得這手背就很累了所以其實看起來簡單可是個效果也亦好是講你出去行路，你可以附帶更加你很多的個運動效果你來複習一下這3樣你就慢慢來做行的時間會記得來做示範
好，对，像老师你安因哈，要是错误示范，这同手同脚，同手同脚，这效果就很不好，要这样子告诉又看到啊，好，再来一次，好，再同手同脚，强烈暗示，整个效果不好哦，好，停，然后再来不同手不同脚，对，这样子，好，好，再来那个头部的，对，好，这一个一样哦，你看这同手同脚，看起来就不一样，而且效果也不好好，再来玩就正确的正确的，好，对，好，再来第3个，好，好，对，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扭转的效果就不一样。好，闻正确的。好，可以。好，闻就这样子。闻先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下复习一下这个3个动作。闻着走一下大家如果在前面的话，那是你的毛巾来通人穷下来做运动，你的客厅也做得因是行行的你随起都的感觉冇穷样好，来第1个。记得咯你从你下安那些，这天你有力量有力量那些，你将会起到感觉讲你为呢真紧有运动到，如果运动的效果当强好，对，好。夯一排，夯一铺因是扭一排，所以你爱扭到你个通你个腰部的个腹直肌、腹横肌、腹斜肌有运动到以外，你拱2头肌、拱3头肌全部就运动到哦。好，第2个，好，对。同样底下按那些你要注意到，莫病人都跳哪动病人跳哪动通腾空安样呢？是这作用莫同样看老师安做都当呛送样因为有练过好，再来换最后那一个这一个有嘛要注意你的毛巾莫变到你的臀部变到臀部效果是差当多，你也不宜腾空掉。韩国你有嘛做落好短掉落好短掉来落好短掉来，短掉来一些效果有冇同样好，韩国你也最好。卡好过掉卡好过掉卡好过掉冇同样。好，来。韩国注意一下你个头皮头皮有嘛要注意从你安那些你做夯2步，头皮一排就慢慢呼气吐气，慢慢呼气吐气2步算一排安样，因为去夯有好夹掉夯有好夹那些是2步来算一排安样，夯好慢做直接铺一只头皮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哈。好，要抬高一点，对，抬高一点效果又不一样哦。哎，好，慢慢来哈。哎，抬高又做到啊。哎，买款抬高又做的哈，全部会又效果出来哦。连不仅夯炉的健身效果，连毛巾操的效果都出来了。好，好，可以哈。好，哎呀，抬高做动好哈，你也抬高先调息一下，休息一下哦。抬高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日同白新杰老师来同大家做一下毛巾操哈。今日做的毛巾操是在垫上的哈。来，我们请老师来，好，躺下来哈。好，毛巾呢稍微夹一下哈，好，可以啊。然后呢，身体整个躺平打直哈，好，这样很好。哦，这个呢对我们的活络纹的下半身会有帮助哈。对你腹外斜肌、腹膜斜那个腹外斜肌，还有腹直肌、腹横肌都有帮助啊。好像这样，好，两奶时间我听个10秒钟哈，你自己来算一下哦，差不多，慢慢来哈。好，然后可以就吸气回来哦哈。好，吸气回来大概5秒钟，3到5秒钟哈，然后再慢慢吐气，慢慢吐气过去。好，好，吸气回来，这个哈脚的这个弯曲的程度也有差别哦哈。如果你的脚更弯一点的时候哈，好弯的时间对你的腹部的肌肉哈，好很啊就给力量哦哈。好，哦，当然你该上半身很会偏偏哈，偏偏总得翻起来哈。翻起来是你个腰部的个力量是好么强要。好，再3、5秒钟哈，3、5秒钟，好。哦，相机就用引起到毛巾好么个效果，好么个更好的力量来些，你其实加一本好喷的书哈，很难做哦。好，2、3、4、5、6、7、8、9、10，好，吸气，哦，按紧做，这样就好。再来，好，下去，慢慢吐气，2、3、4、5、6、7、8、9、10，好，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姿势。来，第二个姿势哈，腰臀上抬哈，腰臀上抬，好，这个对我们的骨盆腔啊那些会比较有作用哈。其实就是好躺着放平，好，脚弯起来哈，好，那毛巾放在两边哈，好，压着，尤其对于我们有一些妇女啊，会常常痛经啊，或是经期不顺啊，常常做这个姿势哈，对其他的妇女的毛病也就帮助哈。好，抬起来，好，抬起来的时候哈，你的手还会向下背出力了哈，你的手用毛巾推出力露脸哈。你也给腹部来顶上来哈，对，就是这样哈，这样子的姿势，好，姿势撑个10秒哈，然后再放下来，
好，下来，好，下来休息一个2-3秒，2-3秒，好，2、3、4、5、6、7、8、9、10，像老师安样做当标准嘞，当然你脚也做个弯掉做个弯掉，好，你也去前弯的好，做得好，做起来，抬脚向下来做抬脚做当好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好，慢慢下来，然后就吸气，好，再来，再一次。起来的时候要慢慢吐气要慢慢吐气3、4、5、6、7、8、9、10，好。好，我们再来第三个姿势。好，把毛巾卷成一团。好，夹到对，双脚好，就这样。好，刚才是用力的把你这个手往下压往下压，我们的腹部再用力挺起来。现在是夹着脚然后挺起来这当然对我们的腰方肌、臀大肌，还有我们的半膜肌都会有帮助这个动作对于整个的循环都会很好。好，强腰你强腰，你放下来休息3秒钟3秒钟到5秒钟这个来做体育会做完些你就听会记得咯，慢慢的喷气喷气出来2、3、4、5、6、7、8、9、10，好，下来做个3秒钟2、3、4，好，再来抬脚向下来做抬脚做当好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好，下来，好3秒钟，好，再来起来，对，好，慢慢来要吐气大家就可能天时就冇去做人来好，下来吸气好，你俩是俩后背来俩3项动作大家做来向下，拿起毛巾来向下来做一下好，第一个就是这个嘛，还是一样，对，一样好，你是做一下要转体转体你来慢慢做你听来从俩就听来搭多搭多好，喊下好搭多可以好，起来，停个3秒钟。好，1、2、3、4、5、6、7、8、9、10，好，吸气，好，2、3、4，好，慢慢吐气1、2、3、4、5、6、7、8、
9、10，好，起来，等一下哦，好，先呼吸训一下，再下来，哦，看起来当轻松哦，吼，真紧做起都会先因为起到，哦，真紧就甜哦。大家就可能天时吼，就嘛会做人来吼。好，起来，好，再做一次。好，像你一天吼，你有减人是会有个感觉哦吼，你有减人同冇减人一些差动多，因为因自家做一些此地个，冇减人一些当轻松，你每起都有出力大概里面。啊，你有减人俩毛巾那些，你是会起到，哦，你该紧紧是会按力出来的哦。哦，所以是从咧慢慢的来做，哦，紧来做，你是会感觉讲哦，有个按力出到，哦，大家从下来做哈，哦，大家做当好哈，好。再来玩第二个姿势哦，哈，第二个姿势，拿短一点，拿短一点可以哈。好，复习一下第二个姿势，好，就抬起来，肚子用力挺起来，哦，然后手要往下拉，你要用力往下拉哦，哈，用力往下拉的时候会。对你的肚子啊有一加力量，对你的肚子有力量，对两片的思维大家润通度啊。哦，莫平常你只有抬臀那些哦，同你有肉那些，完全莫强调哦，哦。好，继续做。好，下来，哦，大家从下来做哈，哦，大家做当好哈，当重要的你呼吸还要调整一下哈。好，我们继续做哈，我们第三个姿势再继续做一下。对，好像这样，老是这样子挺起来，脚还是要夹着，夹着的时候你才会用到力量哈。哎呀，今别抬架又走多哈，又走多是为运动多，运动多你是为有效果，哦，好，今别是多了为能，好，拜拜。